第4課，一團和氣，選擇饒恕放下，得着釋放。第6天，箴言19章11節，人有見識，就不輕易發怒，饒恕人的過失，便是自己的榮耀。箴言19章11節，人有見識，就不輕易發怒，饒恕人的過失，便是自己的榮耀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我曾追究別人的過失，向你認罪，求你赦免饒恕我。感謝你幫助我成為明智人，不會輕易發怒。我願意效法你，放過那些忘恩負義和作惡的人。感謝你幫助我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是有見識的，我不輕易發怒，我領受屬天的生命，我心胸寬廣，滿有智慧，樂意饒恕，滿有榮耀。阿門。